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总统府伫日前对外表示，将会设立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将原住民相关的文化、土地、土地条例列为专业性的领域等等。对此，议员古木哈少伫议会市政总之时，就表达希望蔡英文总统会当兑现承诺。总统府日前表示，将设立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将原住民相关文化、语言、土地、土地条例列为专业性领域，做结构性的安排，并且蔡英文总统有告伫8月1号台湾原住民族日，将要向原住民正式道歉，并对转型正义做初步的声明。对此，议员古木哈少要求蔡英文爱对外承诺。中华民国政府要全面检讨全国教科书偏颇与霸权的议员史观。第二个，原住民历史正义必须立法保障，给我们原住民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跟委员会。第三，积极修法，还给平埔族群原住民身份，实践蔡英文总统的转型正义，实践蔡英文总统的重要政见。另外，议员指出，第100年到105年市府所编列的原住民经费当中，每一档拢无到2000万，强调甲台北、台中、高雄等县市比起来差真多，要求再做检讨。市政府给我们每一年只有不到1000万的经费在做事情了哈，然后全部含那个中央补助款了，全部啦也都不到2000万啦。你知道这个2000万，你跟其他的5都比的话，你看得下去吗？这是原住民业务哦，还不包含客家的。光是原住民的就只有2000万，不到2000万。你知道其他县市5都的2000万是他们所有经费里面其中一个项目的活动就2000万。你要不要去看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他们整个市府包含中央补助款全部是多少钱？好，我们没有原乡，所以没有造桥铺路。扣掉那一个也都比他们少啊，少的离谱啊！刚刚讲的这个预算的部分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检讨，然后会来宽列这个预算。台湾新闻嘉山林跟采访报道。议员林美燕伫市政总之时反映，体育园区公共便所老旧破损、黄金海岸甲德溪整治等等的问题。同时，伊也关心南区喜秋万里国体育场地，伫限地30档以后，到底何时才当进行开发？议员林美燕指出，喜秋万里的国体育场地不但土地大，阁临近黄金海岸，连接高雄，而且海陆空交通机能拢有，应该爱赶紧开发，唔通阁继续限制落去。你一咱讲的，这地所在已经30档无开发了。是闲置在那边，你刚才啊，如果你好好的开发我们的地方，这同时可以结合我们环境海岸呢。对，没有错。环境海岸也是闲置在那边呢，所以如何好好的利用这个地方，甚至你来可以再跟我们环境海岸一起来结合，这个所在等于本身那个等于是阮喜求原理的发展的中心啊。是啦，因为过去营建署一直感觉讲这个所在哪像无啥发展吼，咱自从咱迄个市立中华吼，咱原里迄市立中华开发了吼，咱即嘛有大楼起起来嘛，所以顶到营建署来，我搁特别带伊去看，伊只看了伊嘛感觉真有信心，这个所在开发条件足好，你敢知影？条件非常好，交通上好，海陆空拢有啦，机场去到机场嘛足近，所以海陆空非常好，土地又大，中心点结合了很多的地方，包括到高雄。另外，议员认为，随着航班甲硬体设备增加，台南机场愈来愈迈向国际机场的水准。不过，徛伫地方的角度，伤害确实愈来愈大。伊希望市府针对南区、大南区的民众，除了提供回馈以外，也会当甲机场做回承担。面对台南机场升轨国际机场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地方上的建设。我们不是只要回馈。回馈对我们来讲是其次，但是我们要的是跟国际机场同等在升等，我们要地方建设。所以我希望讲市长
包括入口意向，包括是不是会当伫遐做一个三店街，将咱台南市的伴手礼集合起来，会当互入来，伊就知影讲啊，咱台南市有啥物名产，会当带回家。伴手礼啊！议员林美燕甚至建议伫大南地区营造入口意向，运用上店价、美食街的方式来吸引旅客，达到城市行销的目的。但是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郑良介针对三马精美国猪肉是毋是要开放进口的议题，质疑民进党执政前后的立场无同。对此，市长赖清德强调，在业务配套措施进前，并无实施开放。强调这个态度一直拢无改变。议员郑良介提出，市长赖清德伫媒体上曾经表明对三马精猪肉进口立场的影片，反驳民进党进前讲一套，现在执政了后做的阁是另外一套，批评这种的态度会互台湾人看袂起。国民党地域分离，然后排除雷动，强制标示，真清楚，台湾人一年食猪肉。拢总35公斤，平均一年食牛肉拢总较4公斤，所以真清楚，就是高比例。咱认为猪肉就是咱台湾人的主要的粮食，主要的饮食文化。尤其做外来的人食北来更较济，北来的残留量就是一般猪肉10倍至15倍，这你拢比上较清楚。如果你今仔敢反晓。我甲你讲，赖清德3字，我会甲你倒冰下。没有配套就没有开放。我已经听你解释这个就是我一贯的立场。配套，你的配套就是 PPP 10个 PPP 以下，因为它对市民的对民众的健康、甲农民的应用，也未沟通，也未看市民还没有配套之前，我们是反对开放的。政府还搁特地检讨吗？我也希望你们，起码是甲你提醒尔。我也希望你们。原来支持就要继续支持，不要过去支持，现在改为反对。台湾人的心声，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我希望你们态度也不要改变。什么态度？本来就改变开放。另外，议员关心到41亿外地动存款，伫运用伫大楼受灾户下位文件等等的补助以后，现在搁存落来钱到底是要安怎运用？要求公开，互大众知影。土壤异化，以台南市的规模来开，爱差不多2000亿啦。你千万唔通我这的钱啊！摕去压两壳石头，我甲你讲啊！大山填海了5工啊！这40几个股，你总开落也一点仔见效都无。我严重直接甲你警告，你若是甲这摆0206的善款摕去做土壤液化的改良者，你就无够资格做台南市的市长。我无骗你。我做3个。进一步的说明嘛，第一就是讲，这个钱吼，无可能入去任何私人的口袋啊。第二呢，我是政府的市政建设，嘛袂去用这笔钱。第三呢，这笔钱呢，一定是用伫地政相关。对此，议员郑良介要求市府伫1个月内向议会提出报告，未来地动存款运用的相关计划。但是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伫101年开始推动的上规训练基干计划，第一届学生总算伫今年毕业。近65位毕业生，除了拥有大学的毕业证书以外，阁有结婚证书、甲专业证照，而且一毕业都有就业的能力。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65位毕业生拢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101年开始所推动的上规训练基干计划第一届毕业生。每一个学生拢穿着充满职业特色的服装进场，各企业甲学校代表也共同参与。会中也由市长赖清德以及分家南分署的署长颁发毕业证书甲结婚证书。同时，市长甲分署长也勉励学生未来要继续努力。在4年的历练里面，你们除了在学校继续完成你们人生最重要阶段的学业以外，那你们也到了企业界、产业界啊去见习、学习，那甚至呢也让你们成长。所以我相信你们的内心一定是比较踏实。但是固然呢我祝福大家一帆风顺，但不可讳言。其实人生不足以是10之8九，每一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例外。
没有人例外。那不管未来的人生的旅途上面，你们碰到多大的困难，或是遭遇到多大的挫折，市长都勉励大家用正面的人生观看待每一件事情，正面，永远用正面看待每一个事情。除了学业上的一个成就，我们在职场上比别人提早跨出了有4年的一个资历还有历练在职场上的一个起跑点那我想这4年来大家可以回想4年前大家可以选择投入双轨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心里非常的忐忑不晓得可不可以面对度过学业跟工作职场上的一个工作岗位学习这样的双方面的煎熬那在这边要特别表达最大的恭喜还有肯定因为各位的这样一个用心付出我想也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这4年来各位一个灿烂的时代。上季学生每一个礼拜2天伫学校上课，3天至4天伫企业训练，4天落来会当得到大学毕业证书、结婚证书以及专业证照。大学期间的学费一半是由着国分署支付。台南更加有20几间企业帮助学生补足存落来学费，大大减轻学生家庭负担。今年也将有8间大学、38间企业、280个名额。有兴趣的同学会当到上季训练基金计划网站查询。台南新闻吴国义采访报道。别看这马上到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去年4月1號推出的台南市市民卡，支付第一金1檔外來，積極擴展功能。現在時閣推出手機啊錢包 APP 的功能，和市民卡會當甲手機啊結合。出門的時陣，你只要揸着手機啊，就當享受市民卡便利服務。台南市市民卡功能不断地進步，即馬邁入電子付錢的里程碑。民眾只要下載台南市行動市民卡 APP， 就當在手機啊頂頭享受到市民卡一切相關便利的服務。無論是坐公車或者是小金額消費，都會當輕鬆利用手機啊來完成。好，那我們從實體卡的部分，再往前邁進到這個電子虛擬卡的部分，就利用手機的這個NFC 的功能，那將原來你的這個中華電信的這個信卡的部分，只要經過更換之後，使用這個 NFC 的信卡，那你的手機是這個 Android 的系統的手機，就可以將台南市市民卡下載下來，那你的市民卡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直接做使用所以你就可以更在你的生活便利上會更方便。伊卡通公司也會繼續擴展更多店家使用市民卡來消費，希望將台南打造成為文化甲智慧科技並重的城市。那我們希望一卡通這邊呢，未來能跟台南市政府這邊更密切合作，讓台南真正能變成一個結合文化跟智慧科技的一個文化古都，那也是一個智慧城市。行動市民卡歡迎民眾多多利用，共同來創造方便的市區智慧生活。台南新聞網站採訪報道。
台南市政府人力发展中心6号举办市长杯英语简报比赛，邀请市府各局处的英语代表为40位外籍朋友做英语的简报，借此提升公务人员的英文能力，也好更加侪外籍人士认识台南。为了让国际会当更加认识台南，赖市长希望各局处爱展现甲国际交流以及行销台南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英语简报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工具。在此，市府人力发展中心举办市长杯英语简报竞赛，邀请南台科大派翠克老师、甲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的陈二伟委员担任评审。用简报技巧甲口语台风作为评分的标准，并且由现场的外籍观众投票来选出最后的优胜者。会中，市府副秘书长刘世忠也专程用流利的英语演说带头做示范。This program is designed to give an opportunity to our civil servants a chance to train their skills to do presentations. As you are aware of, that Tainan is more than just a local government, a local city in Taiwan.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ized. So on the city government's part, we want our civil servants to act as spokesperson, salesperson of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s. So whenever there are interests expressed by our foreign friends, or if they are traveling abroad to introduce programs, agendas that initiated and pushed forward by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they can use their English to bring Tainan city to the world and also bring the world to Tainan. 为了推动英语学习的氛围，借由各局处英语政治培训以及人力中心举办的课程，在去年已经培育出189位的英语政治，使英语学习的氛围愈来愈好。市府也提供精英酒店、大宿券作为前3名的奖励，也让各局处的英语精英提出上佳好的表现，要来赢得胜利。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央慈善基金会伫5日节进前邀请60岁家友以及独居老人食粽、甲海鲜自助餐，另外各位家友安排身体检查，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长期关心弱势团体的江阳慈善基金会，为着互大家会当过一个温馨的5日节，特别准备肉粽、海鲜食甲饱，互所有人拢食甲非常的欢喜。舞台顶嘛有各种的表演，要互所有人会当体会到社会上的温暖。街友本身在每一年的这个佳节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每逢佳节倍思亲。那因为他们都是比较辛苦的一群。那最重要的是，在去年我们蒋阳基金会为街友办了身体健康检查，那发现到有疑似20几个会街友的流行病，所以今年南部界就交代大家要努力的在帮他们做这样的健康检查，因为这个是要让所有的街友们他们没有身染流行病，也让我们的社会的这个环境会比较健康。那今年蒋阳基金会又扩大招待这些弱势族群，那除了粽子之外，我们也准备了海鲜的一个自助餐，让他们可以共享这个快乐的一个端午节，也希望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最主要的是希望让我们社会的环境更卫生、更安全。这个部分是希望我们所有的社会人士都能够共襄盛举。江阳慈善基金会做这个善心服务已经20几年啊，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互社会上更较侪人注意到这个弱势团体，帮助因做为互这个社会充满爱、更加美好。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综合国小为了让毕业生一个难忘的回忆，特别安排毕业生来种红红花，象征人生将要飞往后一个起点。同时，佮结合观测活动，鼓励学生不管伫倒位，拢爱多多的阅读。 6月是毕业的季节，同时嘛是红红花开花的季节。台南因为过去有侪红红花，所以叫做红红城。但是这几年因为红红花数量愈来愈少，
嘛互即摆小朋友无法度体会到其中的故事。为着互所有毕业生会当对凤凰花有更较侪回忆，由台南市老树促进会、台南市凤凰花会等团体合作，带领毕业生种下凤凰花。我觉得这个活动很特别，因为现在已经很少看见凤凰木了。然后我希望它可以长得很好，让更多学弟学妹看见。在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小时候要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凤凰花开的时候，我们会拿凤凰花来做标本，会拿果荚来打架。但是现在这个凤凰花的意象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凤凰花会已经成立了。我们去年有种过，跟老树节一起合作，我们几年来已经种了很多的凤凰花。那今年呢，就是针对学校毕业了，我们来种凤凰花。我们希望跟小朋友一起赋予这个府城凤凰花城的意象，希望从我们开始，从这一代的小朋友开始，等他们的下一代都可以看到美丽的凤凰花城。除了种凤凰花活动以外，学校嘛结合毕业生捐册，因为即届捐的册拢是毕业的校友送予学生，学生看完以后，为着要互其他的学弟学妹会当享受读册的趣味，决定把这个册捐予学校的图书馆。上学期，黄胜强董事长和张敬明先生带我们去成品买书，让我们享受阅读的乐趣。现在我们也要把这份乐趣分享给学弟妹们，希望他们能养成阅读的习惯。这个活动意义在于推广本校的一个阅读的风气，但是本校教务主任陈雅芳主任规划。延续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让小朋友所获得的一本书，当他看完以后，再回赠给母校。这样子一个良性循环的背后用意，是让小朋友把他们这个阅读的一个部分，除了推广以外，让小朋友透过这个捐书活动，再把他们的书捐给学弟妹，鼓励学弟妹来做一个共同的阅读。透过这两场充满意义的活动，除了予毕业生留下特别回忆，嘛希望因的未来会当亲像凤凰花同款，开出人生美丽的花蕊。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0分，短暂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